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iss Sito，歡迎大家嚟到樂理解說系列。今日我哋會講解2.2呢一條。2.2係考 enharmonic equivalence 呢一個字嘅中文名係非常之重要嘅，佢係同音異名，即係話一個音有幾個唔同嘅名稱，而嗰幾個唔同名稱咧，亦都係代表住嗰個音嘅。好，首先題目呢一個係 E 音，有3個選擇。第一個係 D sharp， 第二個係 F flat， 第三個係 F 音。好，將 E 音擺喺琴鍵先。先睇咗第一個選擇，第一個選擇係 D sharp， 我就喺琴鍵嗰度標示出嚟。呢一個音就係 D sharp 啦，咁同啱啱 E 音嘅位置唔相同，咁呢個就唔係答案啦。我哋再去第二個選擇 F flat， 呢度係一個 F 音 ，F flat 我哋會落一格。所以我哋就會去咗 E 音啦，所以答案就會係第二個選擇。我哋可以再睇埋最後一個選擇 F， 咁 F 喺呢度，咁當然就唔係答案啦。所以最後個答案就係 F flat。2.2條好快就完成咗啦。如果大家想知更加多樂理考試嘅內容咧，歡迎大家嚟報讀啦。